議員曾智傑推動政治藝術城市美學，提升公共空間人文質感。伊指出，城市國家透過公共藝術打造城市特色，不僅會當美化環境，嘛會當成為吸引遊客重要亮點。當初的起心動念就是，之前當選之後，我把我畢生在國外所學的城市美學建設的概念，希望在我議員的任期內把它帶到我們台南市的東區。那之前很希望有我在的東區可以不一樣，讓大家呢住起來覺得到處都是美景，映入眼簾。那很謝謝過去的這個勝利國小葉和元校長，還有到現在的賴銘傳校長對之傑的這個概念的支持，還有這個算是情義相挺。那再來呢，也要很謝謝在地的里長中西里郭信成里長，很謝謝他當初我去找他說，你的這個里內那麼小，是不是有地方可以來做這個城市美學公共藝術的這個裝置呢？後來我們就決定選在這邊。那你現在看到這裡這麼漂亮這麼可愛，但是你實在已經想不起來當初它是什麼樣一個樣子，就是雜草叢生。那再來呢，做了這邊之後，我們順便把周遭的地都整平，讓勝利國小的小朋友來這邊上課都可以很安心的行走在上面。這項作品歷經前任校長葉和元跟現任校長賴銘傳共同推動，並由中西里長郭信成協調。我有多媒體設計團隊到處跟校方討論修改設計，面對經費有限，團隊也合作整地，整理學生通行路面，讓這個作品會當順利完成。這些一個藝術品呢，在我們東區為台南府城點亮了一個亮點，不是只有東區所擁有。我想這一個功德無量，也來自於我們所有的這個有幫忙的這，我們是不是掌聲來謝謝他們很開心，終於今天可以揭牌了希望我們大家以後都可以好好的維護這邊這個也算是我們中西里一個非常有指標性的一個藝術轉角真的很感謝之傑議員讓我們中西里更有一個特色。校長賴銘傳表示，喜鵲跟藍鵲結合校方生態特色，以腳球跟外塔等元素，分別象徵校內喜鵲班跟藍鵲班，希望透過公共藝術串聯校園跟社區，打造東區新風景。曾智傑也希望校旺角會當成為一個開始，帶動各個行政區投入公共藝術，讓市民感受台南深具高雄的城市魅力。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